時光機。觀書有感，朱熹。半畝荒唐一鑑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？為有源頭活水來。哎喲，一池死水，唔怪之得連青蛙都要搬走啦。河伯，點解荷花池會變咗一池死水嘅？係喲，你哋有冇試過傷風鼻塞啊？有啊。咁你哋有咩感覺啊？啲鼻塞住個鼻哥窿出唔到嚟，又唞唔到氣，好辛苦噶。咪係咯，池水俾啲淤泥垃圾塞住晒，疏通唔到，咁咪變成一池死水咯。哎喲，原來一池死水係咁嘅意思。貓貓老師，咁你哋想唔想知一池活水又係點樣啊？一池活水。宋朝思想家朱熹寫咗一首叫《觀書有感》嘅詩，而詩嘅內容就係講一池活水。半畝荒唐一鑑開，呢句詩嘅意思係有一塊半畝大小嘅池塘，望落好似一面打開咗嘅鏡子一樣清澈明亮。天光雲影共徘徊，咁好似鏡子一樣嘅池水有幾清澈明亮呢？就係可以見到藍天白雲嘅倒影響池水面慢慢移動。點解啲池水可以咁清澈明亮嘅？問得好，詩人都提出咗相同嘅問題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？渠即係廣東話嘅渠，詩嘅第三句就係詩人問：點解個池塘會咁清澈、咁明亮、咁賞心悅目嘅？點解啊？呵呵呵，答案就響詩嘅最後一句：為有源頭活水來，就係因為有永不枯竭嘅水源。源源不斷咁流入池塘裏面。啊，水塘嘅水都係咁噶，有雨水又有溪水，不停咁流入水塘度噶。啊，爹哋都話魚缸要定時換水，咁啲水草先會生長得靚啲，啲魚先會健康啲噶。呵呵呵，咁你哋依家明白活水係幾咁重要啦？貓貓老師，詩題係觀書有感，但係詩嘅內容就係講池水，池水同讀書有咩關係啊？呵呵呵，問得好。其實朱熹要講嘅係，我哋讀書求學問，腦袋都要好似一池活水一樣。活水腦袋，要池水永不枯竭，永不污濁，生機勃勃，就要有源源不絕嘅活水。而我哋嘅腦袋就好似池塘一樣，要靈活清晰，明辨是非，就要不斷努力讀書學習，吸收新知識。
知識就係活水，活水就係知識。觀書有感呢首詩表面上係寫一池活水，其實係要將讀書嘅道理融入詩嘅內容。所以你哋1、2、3、4、5個要記住，就算冇老師喺身邊，都要時時刻刻保持住一個活水腦袋，不斷學習，不斷思考。知道啦，媽媽老師。咁你哋仲使唔使坐時光機返古代揾朱熹啊？唔使啦，媽媽老師。哦，我哋都要學習下喺時光機以外嘅地方認識古人，學習知識。圖書館就係為我哋提供源源不絕活水嘅地方啦。哦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！